台积电 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mpany， 简称 TSMC， 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公司，成立于1987年，总部位于台湾新竹科学园区。以下是台积电的发展历史和一些关键里程碑。1980S 创立和早期发展。1987年，台积电由台湾工研院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ITRI） 创立，创始人张忠谋 Morris Chang 成为公司的首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台积电是全球第一家专注于为其他公司生产半导体的纯晶圆代工厂。1990S 增长和国际扩展。1994年，台积电在台湾证券交易所上市。1997年，台积电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首家在美国上市的台湾公司。1998年，台积电的产能达到每月50万片8英寸晶圆。2000S 技术进步和市场领导地位。2000年，台积电成为全球最大的晶圆代工厂，并开始生产0.18微米工艺技术的产品。2001年，台积电推出了90纳米技术节点。2004年，台积电推出了65纳米技术节点，并宣布启动45纳米技术节点的研发。2007年，台积电开始量产45纳米工艺技术，并进一步研发32纳米和28纳米技术。2010S 持续创新和技术突破。2011年，台积电开始量产28纳米技术节点，并启动20纳米和16纳米技术节点的研发。2014年，台积电开始量产20纳米技术节点，并宣布16纳米 FinFET 技术节点。2017年，台积电开始量产10纳米工艺技术，并研发7纳米和5纳米技术。2018年，台积电成为全球第一家开始量产7纳米技术的公司。2020S 先进技术和全球影响力。2020年，台积电宣布启动3纳米技术节点的研发，并继续扩大其在美国和其他地区的制造设施。2021年，台积电的5纳米技术节点进入大规模生产，继续保持技术领先地位。2023年，台积电启动2纳米技术的研发和测试。台积电凭借其领先的技术、强大的生产能力和对质量的严格控制，已经成为全球半导体产业的重要支柱，为包括苹果、高通、英伟达等在内的许多顶级科技公司提供晶圆代工服务。台积电的创新能力和全球布局使其在半导体行业中占据了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